无毒蔬果铺，安全健康信任承诺。小农卖无毒蔬菜，在王公庙今年洪济宫的前面。上天降道在人间，希望有缘人上岸，脱离六道轮回苦圈。他把圣道传给你，他把三宝传给你，只因你平安回到地天。先生菩萨一起下凡，只为来找你。不要为了世间名誉，你灭了自己。苦口婆心到处献花，都是为了你。生命短暂，感谢上天不离不弃。你是时的沙呀沙徒儿，圣诞众人都不再多，提供与我们温暖众生心。大家一起来看爱心。盐水的啦哈。礼拜几在金陵王公庙这边？今天是礼拜六。礼拜六。对，父亲节还有。每个月第几个礼拜六？每个礼拜六都有。好，每个月第二、第四个礼拜六早上在金陵王公庙前面这里，在史努比的漫画店这边。爱心义卖。不要觉得感到累，前都是这样走过。有你球伴更灿烂，积极进进到雾霾，跟随前线脚步往前。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，一心度众生。白天鲜花灿眼神里，满心真欢喜。自从修道，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。是修相伴，一路有你更加温暖。你是时的沙呀沙徒儿，圣诞众人都不再多，提供与我们温暖，众生信我，点亮他生命的火。爱心义卖哦。每个月第二、第四个礼拜六上午在金陵王公庙洪济宫前面这边，这是民族路的史努比漫画店，叫爱心义卖，无毒的哦，蔬果铺。你是时的沙呀沙徒儿，圣诞众人都不再多，提供与我们温暖，众生信我，点亮他生命的火。你是时的沙呀沙徒儿，就像父子般牵手一路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快乐生活。